我要慎重公布第8届育龄台湾奉献奖的得主。安金红读书基金会创办人林玉玲先生以 AI 方式惊喜现身，宣布第8届台湾奉献奖得主由创办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基金会的洪景芳获得。30多年来致力于私家儿少安置与智力发展服务，年近70的洪景芳很感谢林玉玲宏泰基金会，让他们能继续为私家儿少的未来努力。林玉玲先生关怀社会，无私奉献，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因为可以发掘这个美丽的台湾，曾经或者是现况，以至于未来都有许多这个NGO，有许多的社工，有许多的志工，有许多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传承。那是承担的承，也是成全的成。那么他们有这个奖，而且有一个这个很严谨严审的制度，然后也有丰富的奖金。我觉得可以激励许多的公益组织这个锲而不舍，这个更奋力往前，而且真是怎样把社会福利转化为社会资本，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世代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意义价值非凡，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感佩，也感谢。获得玉玲公益新秀奖的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方面，也很肯定林玉玲宏泰基金会的善行义举，协助他们逐步实现齐柏林老师的遗愿，用影像爱台湾。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是从2018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年是第6年。那6年来，我们真的就是以奔跑的速度前进。那我们希望说把握时间，因为台湾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等的，所以我们利用齐柏林导演在空中拍摄25年的作品，作为各式各样环境教育的一个教案以及素材，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看见台湾。那不只是看见而已，也要有省思，也希望不管是在行为上面或是观念上面带来改变。那我们非常感谢玉玲宏泰基金会这次让我们得到台湾奉献奖的新秀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肯定。那谢谢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也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的去以影像来创造改变台湾环境的一个力量。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持续的记录台湾，看见台湾。整个颁奖典礼颁发总金额超过1亿元。2017年创立至今，林玉玲宏泰基金会期盼透过台湾奉献奖为公益团体提供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为台湾注入更多良善力量。我们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他们都在默默的为台湾奉献，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他们的支柱，然后把这个善的力量呢能够这个永续，然后绵延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届去选取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的团体，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经费，让他们能够有执行计划的一个支柱。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说，这个善款能够去好好的运用，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对他们做访视，而且呢，也会希望看到他们一些指标的达成情形。然后呢，如果说他们在执行上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会去协助。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善款，能够发挥的力量更大。除了颁发台湾奉献奖各个奖项，因应山托尔台风带来的灾情，林玉玲宏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也宣布将捐赠给高雄市与新北市各600万元，基隆市300万元，总额1500万的善款，作为赈灾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话，这个风灾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公益就是我们基金会呢，还有这个公益信托，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善的力量，
所以我们捐助这个新北、还有这个高雄、还有基隆各自有一些的经费，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重建。今年台湾奉献奖还新增特别纪念奖、终身成就奖给已故空中英语创办人彭蒙惠女士，表彰她数十年来为台湾默默付出与奉献，同时捐赠2100万元，希望协助实现彭蒙惠老师的遗愿，继续提升偏乡英语教育程度。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